台南模1999市民服务专线，今年1月到3月，计共服务48000外件，逐个月拢大约16000件哦，是以噪音的检举佮动物的援助上济。因为无时间的限制，状况嘛袂少，各民众打电话去念经。但市政府是呼吁讲，爱甲资源哦，留予有需要的人。公外形高高胖胖的，接近大概40岁。台南1999市民服务专线，一透早电话就响袂停。虽然主要是卡来反映问题，不过奇怪的电话嘛袂少。您好，微信聊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您好，初中毕业生临天入真相。无身份证。民众打电话入来，唔来念经，也阁会读报纸，已经是1999定定打电话来的人，几乎所有接电话的人员拢接过伊的电话。诵经啊，念经给我们听，然后念完就结束。那他可能今天是念经，也许早上念经，下午他就念报纸给我们听。因为无时间的限制，加上是服务市民，通常接线人员拢会真耐心地听。讲若是今年1月到3月，台南1999就累积有48000外通的来电，一年的平均每个月有16000外通左右的业务量。但是其实真侪民众嘛知影，后白卡1999是真无好。挺可以问。对啊，你有打过？你本身有打过吗？有打过1、2次而已，还不错。要针对问题啦，但是就是一寡话啦，是疑难杂症啊，袂当黑白卡，哎呀，安尼较袂变造成迄个市政府的迄个困扰啊。1999市民服务专线，主要就是包括活动的消息、交通旅游的资讯、各种福利的服务，甲市容通报，都会当直接通报反映，并且各会进度追踪。大概咨询譬如说活动的这个办理啊，咨询这个相关内容，大概就有50成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陈情、派工一些转接事项。千奇百怪的状况袂少，市府嘛是大爱呼吁通报1999，避免占线，以免影响其他有需求的民众。公司新闻郑云台南报道。